有蘇生早晨。早安，今日好開心。特立兵啊，我啲老朋友張永春眾望所歸，立法會主席。咁讚下地初門黃生，佢真係好啊！間唔中批評你哋嘅少女，又唔夠膽露頭啊！解放軍啊，發言人吳添啊，曾經講過，一露頭就打。你唔係聽埋啲咁嘅嘢啊？咁的士師傅啊，黃生嘅，你嗰日窒得好犀利嘅啫。佢話講柯南家族惡意壟斷市場，冇辦法嘅啲歷史原因啊嘛。阿秀秀講係嘛？阿蘇生啊，講事實啦，好嘛？因為而家唔係事實咩？你睇翻澳門，要睇翻澳門而家嘅市場環境係點樣啦，好嘛？講翻事實。環境咪有壟斷性質咯？點樣壟斷法咧？哇！佢包晒啲鮮肉啊、回鄉證啊、旅行。你都可以去做嘅，你都可以做。我點解去做啊？我申請批咩？你想做就要做噶啦。蘇生有冇其他話題啊？有啊，阿先生啊，咁咧，有時你哋要打下個腦先好講嘢，係嘛？咁早幾唔知禮拜四啊，阿秀秀同阿廖東允欺負阿大婆婆。阿大婆婆有少少新會話啫嘛，你哋詐你話唔識。嗱，我解釋俾你哋聽啊。佢話特區政府啊，害得佢好慘，豪國政府養活佢一家。你哋明唔明白啊？即係你哋有時又唔好喺度胡言亂語，欺騙啲聽眾。蘇生，我哋冇咁嘅事，你有冇其他嘅意見啊？講下其他先啦。好啊，貼近時事嘅話題啦。咁你哋嗰啲勞工啊，我講咗幾百次，你哋都唔去撤退，係嘛？咁你哋爭住嗰個勞工局，又話佢補充澳門人啊，要補充啲勞工不足啊，就有時做人咧就唔好為自身利益，為嗰5斗米啊。係咩行業比較嚴重咧？覺得係啊，袁生。而家咧全部飲食業。係啊，飲食業同嗰個地嗰個咩？嗰個裝修業。即係個外勞太多。好多謝阿蘇生嘅來電，我哋播報時先。10月24至16日，來來指定16間門店舉辦着數日活動。來來超市提提你，而家嘅時間係朝早9點15分。市政署話你知，請大家配合稽查人員嘅執法工作。如果侮辱或襲擊執法人員，可被追究刑事責任。而家天氣係強烈季候風，即嘅黑球信號仍然生效。現時室外氣溫係攝氏25度，相對濕度為74%。係啦，咁啊，頭先阿蘇生講到上個星期四嗰個大婆婆講係可能有啲時候咧，有啲聽眾嘅口音比較重嘅時候，主持人呢係無法聽得清楚嘅話咧，真係好難去交流落去嘅。咁所以希望體諒啦嚇。咁所以就希望大家以事論事啦。咁同埋咧，我哋就唔係話因為對方有方言就話對佢唔好，咁而係我哋真係要聽得明，先至可以溝通得到嘅。咁下一位係黎生早晨。